世界盃10大趣聞。4年一度嘅國際大事世界盃即將開打啦！喺迎接大戰之前，我哋呢次嚟個輕鬆嘅話題，一齊睇下世界盃近100年嘅歷史之中，曾經發生過乜嘢趣聞呢？1930年第一屆世界盃嘅決賽，烏拉圭對阿根廷，兩隊開賽之前劍拔弩張，原因係當時冇指定比賽用球，各不相讓。當值球證決定平衡利益，上半場使用阿根廷帶嚟嘅足球，下半場就用烏拉圭嘅，實在有啲滑稽。1950年，印度當時具資格代表亞洲出席世界盃，不過佢哋嘅球員淨係中意赤腳踢波，但係國際足協就唔俾，所以印度宣布放棄參賽。1954年係世界盃歷史之中平均入波最多嘅一屆，26場比賽產生咗140個入球，平均每場合共踢入5.38球，至今仍然係歷屆之最，進攻狂潮一發不可收拾。其中黑馬奧地利以7-5血洗東道主瑞士，合力炮製咗入波盛宴，已經係前無古人，相信亦都後難有來者。1958年，英國嘅4支球隊，包括英格蘭、威爾斯、蘇格蘭同埋北愛爾蘭，都全部雲集喺決賽周，係至今唯一一次。不過4支球隊只有北愛爾蘭同埋威爾斯闖入8強，然後亦都被淘汰出局。二戰落幕，德國一分為二，東德代表共產主義陣營，西德代表資本主義陣營，意識形態壁壘分明。雙方就曾經喺1974年西德主辦嘅世界盃對戰過，喺世界盃史上唯一一次交鋒。結果西德被懷疑避開強隊巴西同埋荷蘭嘅情況之下，敗俾東德。1982年嘅一場分組賽，法國對科威特，當比賽去到80分鐘左右，法國再添一球，比數改為4-1，但科威特王子入場向球證抗議，指入球無效，比賽因此停頓咗幾分鐘，最後成功要求球證改變比數，判入球無效，最終法國都係以4-1贏出。事後國際足協判罰王子80英鎊。1986年嘅世界盃主辦權原本係由哥倫比亞主辦，喺比賽舉行嘅前2年，哥倫比亞以經濟理由放棄主辦世界盃，由墨西哥接手主辦。哥倫比亞成為史上唯一一個國家放棄主辦權，而墨西哥就成為第二次主辦世界盃嘅國家。1994年世界盃由美國主辦，貴為全球最大嘅強國，龍門嘅品質竟然不堪一擊。喺16強由墨西哥對保加利亞比賽之中，龍門嘅橫梁就被墨西哥球員拉斷咗，球證只得暫停比賽，等待工作人員換上替代嘅龍門，先可以繼續比賽，而比賽因此耽誤咗幾十分鐘。由於克羅地亞喺1992年擺脫南斯拉夫獨立，令到陣中球星普辛尼基喺世界盃決賽周之中唯一代表2個國家入波嘅球員。佢喺1990年代表南斯拉夫對阿聯酋入波，而喺1998年就代表克羅地亞對荷蘭入波。2006年世界盃，英格蘭球證波爾喺分組賽澳洲對克羅地亞嘅時候，向斯穆力出示2面黃牌，但係冇出示紅牌，直到後嚟再出示第3面黃牌，先將佢驅逐，頓成世紀笑話。最後特別送上一啲球證嘅得意畫面。